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你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仍然自由自我，永遠高唱我歌，走遍千里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，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Sammy 老師你好啊，多多指教，今日我唱成點啊？你唱得好好啊！好少女仔咧會唱呢首歌㗎，因為呢首歌咧比較一嚟就比較大件事啲。通常女仔咧女孩子都比較溫柔啲，但係你嘅聲線咧就好雄壯，可以出到一種咧好有活力嘅感覺，俾人哋一個好大嘅激勵咯。嗱咁但係咧喺首歌裏邊咧頭先唱嘅時候，你有少少唱得比較悲啊。如果你開心啲、積極啲啊，應該話你自己想帶出一個乜嘢嘅訊息啊？你唱嘅時候，咁都係應該係積極嘅信息嘅，都係開心、興嘅奮啲啊咁嘅感覺係咪？廣闊啲嘅，激勵啲嘅感覺係啦。咁咧如果係咁咧，我哋喺首歌咧最澎湃嘅地方啦，通常就喺個 bridge 嘅位置啦，即係仍然自由自我，永遠高唱我歌呢一段，應該係最吃力嘅唱得係嘛？係啊，唱完之後佢仲要唱翻佢個副歌咧，怕唔怕好辛苦啊？有少少咯，啲氣人快攰咗，係啦，攰咗少少。係啊，嗱，如果我哋唱呢啲歌咧，想輕鬆少少咧，你會唔會唱紅日㗎？女版嘅紅日啊，可以試下。係以前有唱嘅。最難係咩先？呢首歌，哇，又快啦啲歌詞，又密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同埋又要好長氣啦。嗱，如果我哋試下咧，唱喺bridge 打後嘅地方，我哋試下諗下，好似跑住步唱，跑住步。咁嗰個呼吸咧就唔一樣啦，因為呼吸嘅時候咧個口腔會好大啦，然後呢個喉嚨位置咧會放鬆咧去呼吸咧，令到自己個空間再打開啲，咁唱起上嚟咧就會輕鬆啲啦。咁當然啦，個氣又要處理住啦個氣息，係啦，意識上好似自己喺度運動緊咁樣唱。嗱，我哋試一試啊，好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。好，我哋準備下先，試下好似跑住步咁唱先。跑步，係啦，不如用呢度吸氣啊，好似跑住步。仍然自由自我，永遠高唱我歌，走遍千里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，背棄
要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，只你共我。Hello Gloria，你好啊！頭先你參加咗我哋呢個星級老闆嘅環節啦。咁啊，裏邊頭先有我哋傾過偈啦，亦都有老闆星咧唱過歌啦，亦都有 Sammy 老師嘅指點啦。感覺如何咧？頭先Sammy 老師即係個指點啦，好似跑住步咁去唱，咁咧咁個呼吸就順好多啦。我見到好似好有 power 喎，跟住又有力啲啦。有力啲啊！係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沿住呢個唱歌都可以做運動㗎嘛。係啊，唱歌都用力，都要係㗎，都要夠氣夠力。係啊，係啊，好啦，所以咧今日就非常多謝 Gloria你上嚟我哋星級老闆呢個環節啦。咁啊，如果有其他老闆都想一展歌喉上嚟玩下嘅，歡迎留言俾我哋，我哋就會邀請你上嚟呢個節目噶啦。多謝 Gloria，多謝 Aaron。